其中一名疑犯黑布蒙頭，喺星期六下晝4點左右，被警員押到益元路港深西部公路橋底重組案情。疑犯重現當日案發經過，將假人拉落車施襲，期間有回應警員嘅提問。事發喺8月25號，元朗洪水橋發生一宗謀殺棄屍案，一名51歲私煙拆家俾人斬傷後腦，懷疑因為失血過多致死，最後被棄屍喺益元路橋底。警方喺最新一輪行動入面拉咗11男1女，當中2名分別29歲同32歲嘅男子，星期五喺深圳灣口岸涉嫌謀殺被捕，而家被扣留調查。警方至今已經就呢宗案件先後拉咗23男4女，其中11人分別被暫控謀殺、串謀謀殺、協助罪犯及妨礙司法公正罪，有14人已經獲准保釋。